在娛樂圈這個永遠不缺話題與波瀾的大舞台上，一則猶如重磅炸彈般的消息突然炸開，瞬間吸引了無數人的目光。76歲的林子祥離婚協議內容竟意外曝光，這一消息如同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，激起千層浪，讓整個娛樂圈乃至廣大粉絲群體都陷入了震驚與熱議之中。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葉倩文這位在大眾眼中一直如林子祥恩愛有加的妻子，其真面目似乎也在這場風波中逐漸浮出水面。她含淚公開了兩人婚後的真實生活，其中種種細節着實讓人驚掉下巴。林子祥這位華語樂壇的傳奇人物，以其極具辨識度的高亢嗓音和眾多經典歌曲，在歌壇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。從男藝當自強的豪邁激昂，到分分鐘需要你的深情款款，他的歌聲陪伴了幾代人的成長，成為了無數人心中的經典回憶。而葉倩文同樣是華語樂壇的璀璨明星，憑借瀟灑走一回等歌曲紅遍大江南北。他那洗脫自如的演唱風格和靜謐的外形，深受歌迷喜愛。林子祥與葉倩文的結合，曾被視為娛樂圈的一段佳話。兩人相識於音樂，在舞台上多次合作，默契十足。那動人的歌聲和深情的演繹，讓無數觀眾為之陶醉。他們的愛情故事，仿佛是一部浪漫的愛情電影，從相識、相知到相戀，最終攜手步入婚姻的殿堂。一路走來，收穫了無數人的祝福。然而，誰能想到，如今這份看似堅不可摧的婚姻，竟被一份突如其來的離婚協議撕開了平靜的表象。據媒體報道，這份離婚協議是在一次意外的文件整理過程中被發現的。協議內容詳細記錄了兩人關於財產分割、子女撫養，儘管他們沒有親生子女，但涉及到一些相關權益安排等方面的約定。其中，財產分割部分尤為引人注目。林子祥和葉倩文在多年的演藝生涯中積累了豐厚的財富，包括多處房產、投資收益以及音樂版權等。按照協議，兩人將對這些財產進行公平分配，但具體的分配方式和細節卻引發了諸多猜測。有消息稱，在房產分配上，兩人各自名下的多處豪宅將進行重新劃分，其中位於香港半山的一套價值數億的豪宅，成為了爭議的焦點。這套豪宅不僅是兩人曾經的愛巢，更承載了無數美好的回憶。然而，如今卻因為離婚協議而面臨分割的命運，讓人不禁感嘆世事無常。此外，關於音樂版權的分配也備受關注。林子祥和葉倩文作為華語樂壇的資深歌手，擁有眾多經典歌曲的版權，這些版權所帶來的收益相當可觀。如何公平合理地分配這些版權，成為了協議中的一個難題。除了財產分割，離婚協議中還涉及到一些其他方面的約定，例如兩人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的生活安排、社交活動限制等。這些看似瑣碎的條款，卻從側面反映出兩人在婚姻關係中的種種矛盾和問題。隨着離婚協議內容的逐漸曝光，媒體和公眾的目光紛紛聚焦在這對曾經恩愛的夫妻身上。大家都想知道，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他們的婚姻走到這一步。隨着離婚協議的曝光，一些關於葉倩文的負面傳聞也開始甚囂塵上。有媒體爆料稱，葉倩文在婚姻中存在一些不為人知的行為，這些行為逐漸消磨了林子祥對她的感情，最終導致了婚姻的破裂。一時間，葉倩文的真面目成為了大眾熱議的話題，各種猜測和指責鋪天蓋地而來。有人稱，葉倩文在婚後過於注重自己的事業發展，忽略了家庭和林子祥的感受。她頻繁地參加各種演出和活動，長期在外奔波，導致兩人聚少離多，感情逐漸疏遠。而且在事業上，葉倩文似乎總是試圖超越林子祥，這種強烈的競爭意識讓林子祥感到壓力巨大，兩人之間也因此產生了不少矛盾和摩擦。船有人爆料說，葉倩文在生活中非常強勢，對林子祥的生活習慣和興趣愛好諸多干涉。林子祥喜歡安靜地在家中品音樂、看書，
而葉倩文則熱衷於社交活動，經常邀請朋友到家中聚會，弄得家裏熱鬧非凡。這種生活方式的差異讓兩人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，最終無法調和。更有甚者，傳出葉倩文在婚姻中存在不忠行為。雖然這些傳聞並沒有得到確鑿的證據支持，但在娛樂圈這個充滿八卦和謠言的地方，這樣的消息一旦傳出，就會像野火一樣迅速蔓延，給葉倩文的名譽和形象造成了極大的損害。面對這些鋪天蓋地的負面傳聞，葉倩文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她一直以來在公眾面前樹立的形象瞬間崩塌，粉絲們感到失望和痛心，媒體們則緊緊抓住這個話題不放，不斷地追問和報道。然而，葉倩文卻始終保持着沉默，沒有對這些傳聞做出任何回應。這種沉默，在很多人看來，似乎是一種默認，讓她的真面目更加撲朔迷離。就在公眾對葉倩文的指責和猜測愈演愈烈的時候，葉倩文終於打破了沉默。她選擇在一個公開場合，含着淚向大家公開了兩人婚後的真實生活，讓人們看到了這段看似美滿的婚姻背後那些不為人知的酸甜苦辣。葉倩文坦言，婚姻並非如外界想象的那麼簡單和美好。她和林子祥在相識相戀之初，確實充滿了激情和浪漫，兩人一起度過了苦多難忘的時光。然而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婚姻生活中的各種問題逐漸浮現出來。在事業方面，葉倩文表示自己並非像外界所說的那樣，過於注重事業而忽略家庭。她承認，在婚後的一段時間裡，她確實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工作上，但這並不是因為她不重視家庭，而是因為她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，為家庭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。而且，林子祥也非常支持她的事業發展，兩人在事業上相互鼓勵，相互支持，共同進步。關於生活方式的差異，葉倩文說，她和林子祥確實存在着一些不同。她喜歡熱鬧，喜歡和朋友聚會，而林子祥則更喜歡安靜。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之間因此產生了矛盾。相反，他們一直在努力理解和包容對方，尋找一種平衡的生活方式。有時候，葉倩文會為了林子祥減少一些社交活動，陪他一起在家中享受寧靜的時光，而林子祥也會偶爾陪葉倩文參加一些聚會，讓他感受到自己的支持。至於那些關於他不忠的傳聞，葉倩文堅決予以否認。他表示自己一直以來都對林子祥忠貞不渝，這些傳聞完全是毫無根據的惡意造謠。他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謠言傳出，但他相信時間會證明一切，真相終究會大白於天下。在談到離婚協議時，葉倩文淚流滿面。他說，這份協議並不是他們婚姻失敗的象徵，而是他們在面對現實問題時，經過深思熟慮後做出的一種選擇。他們曾經深愛過對方，也一起經歷了很多風風雨雨，但隨着年齡的增長和生活的變化，他們發現彼此之間的感情已經發生了變化，無法再像從前那樣相互理解和支持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分開或苦是對彼此最好的選擇。葉倩文還透露，在做出離婚這個決定的過程中，他們都非常痛苦和糾結。畢竟26年的婚姻生活已經讓他們成為了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他們曾經一起創造了許多美好的回憶，也一起面對了許多困難和挑戰。然而，感情的事情是無法強求的。當他們意識到彼此已經無法再繼續走下去時，他們只能選擇坦然面對。葉倩文含淚公開兩人婚後的真實生活後，公眾的反應各不相同。一部分人對他們的離婚表示震驚和惋惜，他們認為林子祥和葉倩文是娛樂圈的模範夫妻，他們的愛情故事曾經感動了無數人。如今，這段看似美滿的婚姻卻以離婚收場，讓人感到無比遺憾。他們希望兩人能夠重新審視彼此的感情，或苦船有挽回的餘地。另一部分人則對葉倩文的解釋表示理解和同情，他們認為婚姻是兩個人的事情，
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當事人自己最清楚。外界不應該僅憑一些傳聞就對葉倩文進行指責和攻擊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選擇，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的決定，給予他們足夠的空間和時間嚟處理自己的感情問題。同時，這起事件也引發了公眾對婚姻的深刻反思。在當今社會，婚姻面臨着各種各樣的挑戰和誘惑，很多人在步入婚姻殿堂時，都懷取着美好的憧憬和期待。但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婚姻生活中的各種問題逐漸浮現出來，如經濟壓力、性格差異、外界誘惑等。如何應對這些問題，擁護婚姻的穩定和幸福，成為了每個人都需要思考的問題。林子祥和葉倩文的婚姻故事，就像一面鏡子，映照出了婚姻生活中的種種現實。它讓我們明白，婚姻不僅僅是愛情的花前月下，更是責任和擔當的堅守。在婚姻中，我們需要學會理解、包容和尊重對方，共同面對生活中的困難和挑戰。只有這樣，我們才能擁有一段幸福美滿的婚姻。如今，林子祥和葉倩文的婚姻已經走到了盡頭，但他們的未來走向仍然備受關注。是各自安好，開啟新的生活篇章，船是會在某個時刻重歸於好，續寫曾經的浪漫故事。這一切都全是未知數。對於林子祥來說，76歲的他已經經歷了人生的風風雨雨。離婚對他來說，或許是一種解脫，但也可能帶來一些傷痛和遺憾。在未來的日子裡，他可能會將更多的精力放在音樂創作上，用歌聲來表達自己內心的情感。同時，他也會享受與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時光，尋找生活中的樂趣和溫暖。而葉倩文在經歷了這場婚姻風波後，也需要時間來治癒自己的傷口。他可能會暫時遠離公眾的視線，調整自己的心態，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。也許他會繼續在音樂領域發光發熱，用優秀的作品嚟證明自己的實力。也許他會選擇一種更加低調、平靜的生活方式，享受屬於自己的寧靜時光。至於兩人是否會重歸於好，這取決於他們內心的感受和選擇。如果他們在分開後，能夠重新發現彼此的優點和美好，意識到對方在自己生命中的重要性，那麼重歸於好也並非沒有可能。畢竟26年的感情基礎不是那麼容易就被抹去的。但如果他們覺得分開是最好的選擇，能夠坦然面對彼此的未來，那麼我們也應該尊重他們的決定，祝福他們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好。76歲林子祥離婚協議內容的曝光，以及葉倩文含淚公開婚後真實生活，這一系列事件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電視劇，吸引了無數人的目光。它讓我們看到了娛樂圈明星婚姻背後的複雜和無奈，也讓我們對婚姻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思考。無論未來如何，我們都希望林子祥和葉倩文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，過上平靜而美好的生活。